各位同學午安，歡迎收睇開平電視台。我係今日嘅節目主持六多班鄧子晴。我係六多班黃希如。希如，最近2個星期你有冇留意禮堂同埋小息喺禮堂係同埋操場喺小息同埋午息嗰時好多人啊？子晴有啊，我見到報咗開平60擂台嘅同學進行挑戰啊。冇錯啊！今次同以往嘅開平大挑戰有最唔同嘅地方，就係可以重複挑戰好多次。咁不如就嚟睇下呢段時間嘅挑戰片段啦，去片。從片段所見，各位同學都拼盡去挑戰。冇錯啊，大家都想努力突破自己。大家都應該好想知道目前各項挑戰嘅成績，一齊睇下。目前排球挑戰前8位分別係張榮軍老師81次，6 boy 梁許生76次，6 boy 張俊軒67次，6A 曾允賢42次，6A 陳志傑37次，6A 劉宇軒32次，6 多梁巧欣28次，5多霍卓軒26次。扭計式挑戰前8位分別係4 boy 李浩良36.7秒，第2位6A 林建宇37.3秒，第3位陳偉強主任43.8秒，第4位6A 韋正賢52.6秒，第5位5C 許柏成52.8秒，第6位4 boy 張德明55.9秒，第7位5多李卓瑩5 boy 58秒，第8位4多陳思蓉65.5秒。乒乓球挑戰前8位分別係鄧冠廷老師182次，何燕玉老師163次，3C 黃樂希146次，3 boy 江俊傑142次
3A 潘俊睿107次，黎碧欣老師99次，3boy 林日章97次，3郭偉浩94次。跳繩挑戰前8位分別係六 C 班鄭卓南254次，第二六多班黃桂怡203次，第3位六 C 張德順200次，第4位4 boy 陳可怡186次，第5位3B 冼佩佩184次，第6位3 boy 3多張心怡165次，同埋4多關瑞怡，第8位4多關浩俊162次。籃球挑戰前8位分別係6 boy 陳旭浩14球，周錦峰校長12球，5多張俊榮11球，5多李輝11球，3 boy 袁樂儀10球，5A 吳心妍10球，5C 林卓坤10球，5多沈希10球。子晴，其實成績真係好緊湊啊，未能進入前5名真係有啲可惜。希如唔怕，因為挑戰時間仲未完結㗎。未來2個星期挑戰會暫停，讓同學可以調整同埋練習，仲有準備校慶匯演同埋英文日嘅表演。喺6月2號至到6月6號會進行最後1週嘅挑戰，大家到時要把握機會啦。各位同學要加緊練習，記住按日期同埋時間到地下操場進行挑戰啊！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陳主任喺3月底嘅週訓入邊講過，要進行6000球罰球嘅自我挑戰呢？記得啊！據我所知，佢已經完成接近4000球啦。佢希望可以喺6月初完成呢項挑戰。咁我預祝佢可以成功啦！今日嘅節目就到此為止，下次再見啦！拜拜。